谁报的警啊？报的警人没来。你们这个车是私人的车啊？还？下呀？不是正规的这个车辆，你要搞一个正规的，这到时候万一路上有什么，你是往哪里去啊？查理，你们那有车不行啊，我就把病人转回去好不好？对，我就是说你要找个车来拿这个病人赶紧转回去，对，知道吧？我们呢就直接把那个，你们车子先停在这里，先不急，好吧？对，你先不急，你人也不急，好吧？你的车什么时候过来？啊，马上过来就行。你不用急，不用急。不要急，好吧？不要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还好当时他们报了警，发现了这个情况，是吧？这个万一在路上出现什么情况，那还不更好，是吧？是不是？当时是哪个报的警啊？我们上面专门管车队的在这里说他说这台车不对他说不是正规公司的，没见过是吧？像这种转运的有专门的电话，转运啊这些东西都是正规的，为你买下面搞的有专门的，医院里每个地方都贴了，就是要杜绝他们喊这种车，他叫我们来核实，跑过来问他是哪里的，他也说不出来他是哪里的，我就把家属拦住，这个车不对。这家店呢要核查一下这个东西，因为做出来以后我们负责不起。这个东西多亏在路，就是在这里就已经发现了。万一在路上，它这个不是正规的。那我们打的电话不是那个医生的。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派人上去核查去了。对，如果是他们医院应该，我们有我们的内部机制。对他们内部应该会进行处理，好吧？处理的，你放心。家属上车了。没有。让他们注意这个东西。这一看完全不一样的。